俗语讲了好。爸妈，我等来啊！哦，你顶啊！哦，爸，吼，啊，你搁咧食槟榔啊？没啊，你妈妈安尼，对不对？恁爸怎么敢若春节槟榔个功能呢？无你问恁母啊？拜托，恁爸吼，从结婚到即摆拢共款，定定安尼一支嘴安尼食到红记记。哎呦，啊，大概吼要烧钱的时阵哦，佫会拿着迄槟榔泡，我安尼呸呸，哦，啊，你讲啊，气死！囡仔面头前莫讲垃圾的代志，是啦，伊个奇怪啊呢。恁爸特别为你传，来，三杯啊，咱有是人客你，无啦，拢互你的啊。都没好我哦。有鸡卵糕啦吼，也做车轮饼啦吼，嘛有这大饼啦，大饼内底口味有够多啦。真的呢搁有这啊做什么葱仔饼啦，啊，搁做这红茶豆呢。老诶老诶，安我大概拢叫你讲莫买遐济，啊你安尼食会了呢？啊讲拢讲袂听。有你伫那食袂了，哎，歹讲咧。哦，无你是，你就不要紧的，妹啊爱食，咱就不要紧的，紧食。啊，爸爸，我甲你讲哦嘿嘿，安尼吼，你甲我期中考啊，我若考4科拢100，你爱甲我甲槟榔改起来，哦好，安尼好，好不？好不？安怎？伊讲4科100分，一科25分，想要甲我拼。 4科100，几科100啊！你喜欢打怪谁小学啊？安怎啊？从来毋捌考过遐侪分呢，你袂用安尼讲。有可能呢。好，一句话，4科你若考400分，恁爸决定答应你，槟榔改掉。好，你讲啊。嗯，我甲你讲，莫买遐济看，3工我食袂了， 3工过去3点钟你就食完啊啊。变定啊好无？ 3工，嘛你个人个欠底，我就知你冰心的，你就3工就做。你看，我即个考试4科拢考100，你看。哦，足够诶。这敢你的名？哎，我问你好啊，你搞好名诶。我问的名，哎呦，那足够啦。 100、有无？ 200、哦， 300，足够诶，足够诶。这张0分啊。 100啦，100。哦。一空空啦。 100。嗯， 4科真正考400分，哎呀，这边哪有可能的代志？足好诶。哇！安尼啊，你爱讲哦，你爱做会到哦。嗯，答应你，好，恁爸自今仔开始，槟榔改掉。好耶！哦，碰过恁兜的恁气是嗨起来哟！哇，那热甲安尼。你若甲迄槟榔放咧鞋仔内底啦，搁摕起来食。哥哥，你嘛莫安尼，唔你通啦拄。仔叫哥哥，你较早较细声。嘿，我答应阮查某囝，嘿，讲我要改槟榔啊。哦，你是该食北京的。不是，你怎么叫看到你有出代志呢？我迄槟榔甲藏咧鞋仔食，你敢知会摕出来加一味？该槟用。安尼讲，藏伫遮，神不知鬼不觉， I cover you。OK。又cover 一起压了。呀，笑。阿姐，好，背好。啊，你哪会接到倒来？阿姐，无啦，啊，阮老师阿嬷吼，今日生囝啦，讲安尼提早放学啦，嘿。恁老师因阿嬷今仔生囝，对啊，这厉害哦。几岁啊？ 80几啊80几啊吼嘿啊知道的生5、6个耶。哇！嘿，啊，所以阮提早放学啊，同学要来咱兜佚佗。好，嘿啊好啊。安尼咱去边佚去后佗啊？边啊，去。要死我拖一个，你雄雄啊走转来，阮也毋捌再爸爸，哎啊，我会当摕桌顶的迄落点心去阮同学食哈。好，你对。啊，爸
爸爸，你在创啥？哦，你我咧甲恁阿姐去陪啦。擦皮鞋哦。哎，擦皮鞋，好啦，嘿安尼我入去啊。哦，摕出来啦。你钱啊带来缀入去啊？你安尼形容字吧，我会惊啊！你这惊，我多拖一个，妈拖两滴咧。哦，你香港卡无啊？啊，无啦，这香港槟榔我咧，想惊我要出门无穿鞋啊，讲无像买我哪敢食啦？加味的高酥啊，你唔知好？加在我才顾搿这些。我病啊！你为什么在跟我槟榔？小等，你当时徛伫个啊？你也甲我管？啊，你毋是甲我讲你要甲槟榔改好调，你拢甲我骗，我莫插你啊！阿明啊，啊，病啊，病啊！明啊，明啊，啊，各位亲爱朋友，剧本写的呢，这时阵担任因老爸我，应该是要捧一碗豆花互伊食，但是这碗豆花，咱甲换过红豆汤。为咩缘故呢？是因为较早亚文因老爸拢会买红豆汤互伊食。而且是固定一间店，逐工买红豆汤、下午汤互伊食。但是经过这段时间去找讲，迄红豆汤已经无做啊，所以根本就无度找到。结果，阮真有心去台南，甲迄老师傅找来台北，特别煮一碗红豆汤，要让曹亚文感受到因爸爸当年对伊的每一工传红豆汤的。来啦！恁爸真正传红豆汤互你食，啊你是安怎？目屎哪顶了？是安怎？因为我感觉迄时我就不好诶，因为我做久迄天，我会记我一礼拜要跟阮爸爸讲话，就因为伊违背咱的约束。所以拄啊，迄食槟榔真正恁老爸的故事。红豆汤真正阮叫师傅来。好想吃，我就是没吃。好啦，明啊，爸都传信我来吼，去台南甲你叫师傅煮互你食。你也遮久拢无甲我讲话啊，伊做你食啦。爸爸，其实我足久无甲你讲话，我嘛足艰苦的啊。爸爸是累啦。艰苦嘛是拼落的。唉，生着你查某囡仔，我真正是日本啊欠饭啦。好啦，为着无爱过你生气吼，爸爸就抓，绝对无要去食槟榔啊！爸爸，这段无必定来。有啦，还佫有第二句小句，紧等去坐啦。妹啊，你这久拢无甲老爸讲话，我会艰苦呢。阿爸，其实我无甲你讲，我嘛足艰苦的啊，歹势啦。食个滋味安怎？我食。有时老爸较早买红豆汤，互你食滋味嘛。有吼。唉，生着你这查囝，我真正是日本当丁。为着无互你生气，恁爸甲你就抓，以后绝对无要搁食槟榔啊！爸，这段要演5分钟。够好的啊！叫人讲回来，拍。歹势，互你安流目屎。迄时我啊大汉了后想起来，我感觉吼，我袂使对阮爸爸安尼，我真正足久无，差不多真正一礼拜无甲伊讲话。为着迄届槟榔事件，对，哇，前日咱嘛，伊尾也真正有改起来，无真正有改起来，我要就改起来。嘛真好啊。对啊，你我感觉你安做是对，对吧？吼。
用迄行动的抗议，互恁老爸安尼，家己也无卖食槟榔，为着伊身体好嘛。对啦，对啦，对。来，拄则因老爸讲生的这个查某囝，真正是第一句叫做日本啊庆饭，庆饭是迄个嫁梅迄种的庆饭，嫁梅饭，嫁梅种叫庆饭嘛。对。第二句叫做日本啊当店，日本啊当店。赞成第一句日本啊庆饭的请举手。啊，我来你来这边。刚你甲一个，你一个甲人无共款的，恁拢赞成日本啊庆饭，小诺啊，手饭的，是安怎？庆丰就是感觉嫁梅。嫁妹啊，就无法度啊，就是已经放嫁妹顶去啊。你是吗意？思就是哦，我食庆丰等你，安尼，食庆丰等你改变了，安尼。我感觉你有可能会对哦。来，老师请解答。食庆丰等你就是讲，你要安怎我拢不在你啦。算有一种放刁、讲呛声迄种。啊，日本庆丰吼就是啊，寿司。啊，寿司吼，甲咱台语寿司吼做下音，所以有时候因为你做听查某囝，所以你拄着伊，你又无法度，你又无皮条啊，所以你变做拄着日本啊庆丰，你就寿司。哎呀，所以人讲嘛，囡仔人穿大人衫啦，还是讲美国西装，迄叫大叔。所以做老爸拄着查某囝，拢嘛一定大叔的。啊，另外吼，日本啊当鼎，因为咱以前那个鼎吼，早期台湾的鼎是下口一个底座，就像咱碗下口一个底座，咱放在桌仔顶，只菜条啊。啊，毋过吼，尾啊195年日本人来台湾了后，日本的鼎吼是无底座的哦。所以咱的祖先人笑讲，迄叫无材之鼎，无材无对无迄种鼎材啦，下口迄叫鼎材哦，鼎材。所以变啊无材之鼎，尾啊语言的趣味就来啊，无材之鼎就笑恁啊啦，无材料啦，无材调啦，无内材。无内材所以若根据安尼看起来。碰过，其实内底演出甲我同款哦，阮对查某囝嘛是笑命命，啊有时查某囝讲了啥，咱就只好啊，日本啊庆丰、寿司拢输互伊啊啦，哦，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日本啊庆丰。哦，讲奇怪，想要寿司哈，寿司啦，寿甲甜甜甜。了解两句小句来泡泡。